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日AM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人嫌钓枪死亡，目前正在追查是什么人下令拉人会当开枪，不过这相关单位说是拢在下提责任。台湾查某选手潘幸真在世界青少年野球联锦标赛，一个人就共摕到3块金牌。西方国家援助的军事武器，亲像战车等等，已经送到乌克兰。乌克兰正在部署准备要春季反攻。本地伫咧外口热热搜的一个东非人嫌，伫咧获证人掠时阵，说是钓枪死亡。承认开枪的拉人，伊是用声明表示是新德关农业处甲伊来直接，希望来斗掠一个人嫌。也讲家己是甲桃园市农业局做伙行动，烦恼人嫌会伤害民众，才会听命令开枪。拉人也讲是六福村的兽医下命令爱伊开枪的，不过六福村是发出声明驳回。新德县政府也出面讲，无指派或者是授权予拉人，一切就要听候司法调查。现场一束花，桃园市农业局甲动保处警官向人形遗体深深一鞠躬，致了后就送去检验。伫桃园走几啊天的人形，伫二次轰掠所互拉枪断死。看到民众想起人形轰掠进前的情形，拢真艰苦。马路上了，开枪一开了的时候，他就跑进来了，那边都墙那边就跑进那边去了。微波过程中到底发生什么代志？迄天的画面公布，相关警官进入厝内，有人摕手电啊曝光往人形的方向射麻醉枪，随后软高高的人形互放伫网仔。动保处讲，是一直到上车的时发现网仔有坏掉，迄当时就送人形去检查治疗。搁较强调，当然唔知影拉人使用的是实弹的枪。那象征开枪的谢林拉人是发声明表示，家己是接到新德县政府农业处联系，希望协助回报，才到现场。也讲家己是甲桃园市农业局同齐行动，烦恼拉形伤着民众，才听命令开枪。对我下令开枪的是自称为农业局的人，直到后来到警局做笔录的时候，我才知道他是六福村的兽医。针对拉人讲是由六福村员工授权同意开枪，六福村发出声明否认。新德县政府也强调无授权回报，只甲拉人请教安怎掠。桃园市政府回应，双方小组只表示身份，知影拉人是林务局的人，也不过并无邀请伊加入掠人形的行列。对于狒狒为什么会中枪，猎人为什么会拿着这个真枪实弹的枪到我们的管辖区？我们请警方及检调加强侦办，我们对此也表达非常的遗憾与愤怒。新竹县政府在这里重申我们并没有委托林姓猎人来做这一件事情，况且案发地不属于新竹县的管辖。到有执行公务中前向的车停伫外口，谢林拉人平常接受林务局委托伫外口工作。即摆到底是经过什么人的授权，也是无经过授权开枪射击造成人形死亡？过程中敢是有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的代志，有待司法厘清。记者综合报道。常常听人讲一句话，讲这好好啊好，互你大家赛老。即马一只活跳跳的人形，互你掠一个说是来归因，而且竟然搁伫咧下提责任。是啥人讲这个拉人会当开枪来弹人形的呢？目前警方是正在调查。不过掠人形的画面一出来，动保团体也批评讲，这根本就是伫咧乱捕，也无标准的这个作业程序。目前国内确实是无一套掠动物的做法，但是这台北市立动物园已经发展出一套 SOP， 现场是有人指挥，也袂惊到动物。消防车早起11点到台北市立动物园门口，经过消毒了后，人员将死亡的狒狒，也就是人形送去电工架短暂扫描检查，初步掌握是某的东非狒狒，悬60公分，14公斤重，身躯有3只伤痕，倒形坎，正面较只偏，正面较层配部镜片，年岁还佫较近。我们接着会送到嘉旭卫生试验所去做一个死因的判断。
最近这半个月，这只人形正做全面焦点，最后煞死伫情之下。微博过程通市农业局承认有疏失，向外界鞠躬回失礼。原本伫附近拿报外来找对的人，为什么走来现场抓人形？还佫讲，伊向人形骗物件，佮用电快刺激，所以动保处人员无挂手笼护具，空手就抓人形的手骨，抓了后也无进行验伤。动保团体批评，真是无知识乱糟糟。完全不了解任何动物的行为，那接下来整个现场你也没有专业的配备跟工具，整个现场人员的布置分配是什么？真的是荒腔走板至极，就是这个不像是一个已开发国家会有的野生动物的救援的专业的行为。过来微博动物到底是不是有 SOP？ 台北市动物园自创一套定期演练。动物警卫上过节，万一逃走，会指派现场指挥官秀熙保育员抬兵，准备好麻醉剂。育动组负责疏散游客，无共款动物有无共款的应变方式，未吓惊动物，时时做好反向联络。主事主管会是优先的那个统筹指挥者啊，各司其职的在不同的位置来准备。视讯媒体啊平台那么的发达，那也都可以来做横向的联系，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可能也是大家彼此可以精进的部分。台北市动物园表示，这套模式无一定用套用伫恒淮进行，因为难度更较悬。台北市动保处表示，要制定 SOP 套用伫所有动物并不简单，加上动物会逃，为封锁线执行有困难。动保团体认为，对已经死的人形献花鞠躬，对保育无帮助。好好追究这摆管理漏洞甲疏失，这是对伊的死亡表达真正的反省甲歉意。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明仔日要出访，而且会过境美国，外界拢认为洪都拉斯选择这个时间点甲咱台湾断交，就是要打压台湾出访。外交部就咧发起讲，这是中国有心要伫遐变鬼变怪。另外，台湾甲洪都拉斯断交，这洪都拉斯政府也下令讲，这撤馆的时间，台湾自首这洪都拉斯的大使馆必须爱伫咧30天内撤离。点到第二，总统蔡英文接见日本华侨总会，肯定日本交界是台日外交的重要推手。也毋过最近洪都拉斯外交转向北京，甲咱高断交，美国国务院无愿意加讲这件代志，敢是为着打压蔡总统出访，即表示这是洪都拉斯的主权决定，强调蔡总统过境符合美国长期的一个中国的政策。This is ultimately a sovereign decision. The U.S. will continue to expand our engagement with Taiwan in line with our long-standing One China policy. 我们怀疑台洪断交的时间是对岸有意操作。总统出访从事外交活动是主权国家的一个基本的权利，不容任何国家指点、论断，也不接受任何国家的施压与破坏。巴特尔也提醒外界，中共定为着换外交承认做出约束，煞无兑现。中国是积极向伫台湾留学的中国学生下手讲，只要有意转到中国学习，中国愿意全部接收。那咱国外交部表示，为着重视人权甲人道考量，会尽量减少对中国学生的冲击。中国与我国断交之后，台湾奖学金仍会提供到这个学期结束。我国也会提供学生单程的回国机票，尽可能的减少对红国学生的冲击。台洪断交了后，洪都拉斯真紧甲中国建交，咱国外交部宣布停止双方的合作计划，撤离相关人员。洪都拉斯政府也下达撤馆期限，台湾驻洪都拉斯大使馆需要伫30天内撤离。记者综合报道。虽然讲这洪都拉斯甲台湾断交，不过外交部今仔宣布，非洲共和国对3月10号开始，甲驻非洲代表处的名称改做是中华民国驻非洲商务代表团，而且有准邦交国的外交特权。咱的外交部对此表示肯定嘅感谢，国界也伫咧关注讲，这非洲动作敢是要承认中国，也要承认台湾咧？前外交部长认为，这是非洲现任政府优先的行为，不过也是爱看中国反应。斐济共和国政府呢决议恢复我国驻斐济代表处原有的名称——中华民国（台湾）驻斐济商务代表团。
会制3月19开始是开放咱驻会制代表处的名，而且会当有外交特权。外交部对这是肯定和感谢。过去中国捌向会制经政府来施压，在2018年，家己甲咱的代表处改名做驻会制台北商务办事处。经过咱的拍拼，加上会制伫大选是亲民主的阵营执政，决定要开放咱代表处的名。中国和会制互相嘛有主管。2020年是发生中国的外交官弄入咱的代表处拍人，迄当阵的会制政府是简单处理尔，即么正名敢代表对台湾和中国相同承认。现在新政府在选举前是反对党，所以他们事实上一直都是比较亲台湾的。那在他们选举之后呢，完成了政党轮替，很自然的恢复我们当初所享有的名称跟待遇。一般人所认为的双重承认，是一方面正是跟中国大陆有外交关系，另外一方面跟台湾有外交关系。我想是县政府对我们做一种友好的表态嘛。前外交部长丁建仁认为讲，台会的关系敢是相当承认，即马搁爱看中国的反应，甲后壁的发展。会制主要出口的是加工食品和饮料，主要进口的是汽车和机械电器这类的。记者综合报道。前总统马英九去到中国祭祖，今仔日头一个公开行程，就是去到南京的中山陵参拜。佮伫咧现场写和平奋斗，振兴中华这8个字。伊强调振兴中华是两岸中国人的责任。毋过，昨到中国了后，是由国台办副主任来接接。外界认为讲这拍数无够，互人看紧。毋过，马英九却是真满意因的接待。向国父孙中山先生敬献花环。用中国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的名义向孙中山献花致敬。前总统马英九去中国陪望，第一个公开行程就是去南京中山陵。现场阁写和平奋斗振兴中华，日期甲过去无同，用民国纪年来落款，创新历。发表讲话时阵，自称马英九前总统也阁讲到中华民国。盛盼两岸共同努力，追求和平，避免战争，致力振兴中华，这是两岸中国人不可回避的责任。人伫外口咧等，下手马英九2月下晡参访南京总统府，即嘛是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看到孙中山遗照，佮翕相留念。孙中山先生比我大98岁，1912年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我在这个2008年，也是差了这个96年。所以去参访8个基，即嘛是江苏省甲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马英九也勉励台湾学生拄着侵略时阵，要有抵抗侵略者的勇气，甲牺牲奉献的精神。了伫纪念饭店甲江苏省委书记心中心见面。用交流来取代对抗，用协商来取代冲突。我也希望呢，大陆方面能够多认识台湾人的心理状态，一直坚持九二共识的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积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动两岸交流交往，我们对此深表赞赏。这是马英九日前到上海，由国台办副主任陈元丰接机，毋是外界有期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丁世雄，战局落差引起爱怀批评。非常满意，超乎预期，大陆的民众呢也对我们非常欢迎，这是个好现象。我们回去之后会把他们的好意转达给台湾的人民。马英九自9早起参访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下晡一直高铁到武汉，暗时会住伫遮。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国军最近一直出差，经过清查了后，又有枪拍无去。这海军陆战队陆陆续逼出T-75班用机枪的预备枪管失落。海军表示讲，已经成立专案小组调查。有立委批评讲，这款的军机是要安怎甲人相战呢？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定认为，无排除有内部人员伫咧斗争的可能性。
海军最近一直出问题，连续逼出点数5手性，被人换做无行程。陆战队胖见 T90步轻轻机，国防部长柯国正正生气放大会，要甲人抬头。副部长毕鸿辉日前也强调，经过清查，并无胖见问题。暗过陆战陆路都查出就 T75扮用轻机有被轻讲，和国军将无变主。整个案子呢，也移送了这一个司法的这个侦查，并且呢来加强相关的管理跟管制我相信呢是这个调查结果一出来呢，一定会严加的处理。海军陆战队指挥部将本严肃坦诚态度，全力配合司法调查，并深切检讨，严予究责，绝不宽待。海关表示，发现有州有被欠讲，已经成立专案小组调查，以上诉法侦办。因为谴责军机予人害头，被证实武器装备，结果发现6000个人，安尼军机要哪去战争呢？民进党其实在处理国安相关的问题、国防相关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有一点轻重没有拿捏得很好。T75扮用机枪是国产轻机枪，成田800公尺专家表示是步枪片基本标配，上皮部队、后皮部队拢有利用，也透过现在高调和后皮军人下级训练。子弹射击打靶的时候，你的光一个弹壳，我们就要清点得很清楚。那表示其实国军非常重视这一个部分。现在这样还是利用这个清查的方式，的确找到了这些，那是不是还有没有找出来的地方？到底缺了没有？到底丢了没有？到底是不是丢了又复还又找到了？那到底是什么回事？是狭怨报复呢，还是内部管理的疏失，还是纪律的废弛？我认为还是主观这些方面的内部的管理、领导统御出了大问题。伊指出，海军陆战队的纪律是真出名，最近刷军机涣散，南部其他部队螺丝未生气，因为国军爱重视纪律。记者综合报道。屏东看守所有一个月1家的受刑人涂俊伟，昨下晡去到农场做事的时阵，却含员工是冤家相拍，甲对方拍掉伤了后，抢对方的车随来走去。警方随发布专大通缉。目前发现讲又走去高雄，佮登去屏东。警方也呼吁民众，若总有看到，就爱随报案。被害人倒伫病院，面甲手拢有伤。屏东看守所受刑人涂俊伟，日7下晡去一个农场的水稻部做自主干活作业的时阵，甲内蒙部的员工发生冲突，竟然将人拍伤、抢走锁匙，开车向高雄逃走。受伤的员工随后送送去病院。我根本也无熟悉啦。我就甲问讲，你太穿迄布鞋落来，种水安尼啦，一鞋就伊就滑头倒转去的是我在过来看水，伊当时我阿妈过来甲我吹的。已经有掌握土性脱槽人的行踪哈，那目前是往这个高雄的方向来逃逸啦哈，那目前呢在全力追缉当中。检警发布通缉，并针对涂俊伟抢夺甲逃走罪行分案侦办。警方马上转去涂俊伟屏东的厝，附近的厝边表示伊是偷物件的惯犯。进来以后。没有东西，他又跑到隔壁去偷隔壁已经偷了3、4次了，隔壁偷了他也不愿意告他，习以为常了啦。根据警方甲法院的资料，72年厝的涂俊伟过去涉犯真济窃盗、甲过失伤害、诈欺、肇事多疑。法院伫108年裁定这寡罪做伙处6年2个月有期徒刑。原本伊的刑期单剩2档外，申请假释当中，而且表现真好，有符合资格，才会使去外口自主干活作业。自主监化作业的目的就是让他们自主嘛，所以也没有在做戒护啦，或者特别看管的一个情形。看守所表示，除了涂俊伟，农场阁有2个自主干活作业的受刑人，为着厘清事件，预备先暂停出工。看守所嘛强调，逃走事件无影响未来自主干活作业。记者陈环宇、柯正准屏东报道。高处的病例继续伫咧增加，搁再增加5例，有4例是本土，1例对日本带病入境，拢是台湾人。到目前为止，国内已经有21例高株病例啊。疾管署表示，会加买高株疫苗1万罐，上紧拜四送到位。按算伫咧清明连假过后1礼拜内就当开始做。高株疫情继续升悬，疾管署公布增加5例高株确诊病例，拢是本国籍男性，年纪伫20至50岁岁，其中4例是本土个案，分布伫新北甲高雄市，另外1例是日本境外移入病例。目前确认中高风险接触者有19人，下自我健康监测21天，相当到4月7号为止，累计国内高株确诊病例有21例。
有19名的这个中高风险接触者，其中高风险是占5位，5位当中3位是同住者，2位是非同住者。另外，流感威胁继续存在。顶礼拜，万吉境内流感就诊人次达到4.5万外人次，由于以 A 型流感 H3N2 为主，佮增加一个流感并发重症死亡个案是60多岁男性，本身有慢性肺病病史，无注过本季流感疫苗，未发病到死亡只有短5天。也做了心导管，排除说是这个血管阻塞、冠状动脉疾病引起的。不过，其实这只是一个过程，最终的论断就是说，它是因为流感并发肺炎而导致的死亡。另外，高组疫苗第一阶段开始做高单，已经有582人完成。这礼拜5会召开高组专家会议，讨论调整隔离天所处所等放量配套措施。那加购的1万罐高组疫苗，上紧这礼拜4号会伫清明连假过了后，一礼拜内开始做记者综合报道。所有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这西方国家提供予乌克兰的军事武器也拢开始送到位。27也收到几台英国和德国战车，德国也宣布伫年底进前要搁再送80台。乌克兰军队安排真久的春季反攻已经早齐备。因俄罗斯是伫军事演练期间对日本海发射2粒超音速反舰飞弹，遂引起国际社会关注。西方各国武器支援陆续到乌克兰，乌军部署已经真久的春季大反攻特别准备好。乌克兰国防部17宣布已经收到英国提供的挑战者自行战车，德国表示已经送18台霸级战车，了后佫会送佫较济予乌克兰，会由德国、丹麦甲荷兰共同支付战车修理费。目标今年热天进前会提供第一批15台战车，年底进前佫送80台。2024年是送至少100台8E-A5战车。Wir stehen an der Seite der Ukraine, die wir politisch, finanziell, aber auch mit Waffenlieferungen unterstützen und ganz besonders auch bei der militärischen Ausbildung. 同时，瑞典甲芬兰加入8月时间也有新的进度。原本匈牙利甲土耳其都无愿意批准2个申请。匈牙利国会17总阵用182赞成6对反票批准芬兰加入，土耳其表示会赶紧批准。不过，对于瑞典的申请案件，2国拢无愿意放零。Of course, we see and we understand that the current Prime Minister of Hungary is against EU and against NATO and pro-Putin. But still, the security of the Hungarian people is very important. And Finland and Sweden joining NATO, we're going to be stronger. 另外，俄罗斯向宣布，俄军伫自备军演的时阵发射2粒超音速反舰飞弹，成功拍中伫日本海上的某个目标。外国媒体报道，这个飞弹是伫苏联时代突破啊，用吹飞110公里以内巡览。一礼拜进前，2架营炸核武弹头的5个战略轰炸机，才伫日本海上空飞7点钟，目前日方对于俄国发射飞弹的代志暂时无回应。公司新闻杨间编辑。接下来，咱来关心到讲，这德国运输官工因为物件起价薪水确实无起，拜一发起大罢工。这铁路、飞机帮、军帮拢无人开，有几落百万人受到影响。另外，法国反年金改革控期继续伫关卡，这巴黎罗浮宫呢，而且因为无员工上班拢伫去罢工啊，就爱休困，无开放参观。伊伫本边啊、人机啊，德国公共交通运输业员工拜一集体大罢工14点钟，要求做放假薪水，因为因已经被物价跌价未喘开。Wir fordern 10,5%, mindestens 500 € und dieser Mindestbetrag ist uns auch ganz, ganz besonders wichtig, weil gerade die unteren und mittleren Einkommensgruppen von der Inflation überproportional stark betroffen sind. 铁路、飞机船只拜日全部拢无营运，数百万旅客受影响。部分民众走到车站想要坐车，所发现的车帮处拢停驶，唔知要如何是好。Jetzt gerade könnte ich ehrlich gesagt einfach nur heulen, weil es einfach nur furchtbar aufregt. Dadurch, ich meine, ich verstehe das und es ist ja auch gut, dass man streikt, aber ich habe in letzter Zeit wirklich sehr viel Pech aufgrund der Streiks gehabt. 德国2月份通膨率9.3%，工会要求至少加薪1成以上，资方是提出2阶段加薪5%。另外，佫外加100户籍提案，不过遭到拒绝。工会已经表示，若资方无法度满足因的要求，无排除无限期罢工。因法国当地反年金改革抗议，拖手甲巴黎有名卢浮宫。
反退休改革民众支持，在门学校求布条啊组织游客入去，官方只好关门一天。Déjà, je suis désolé que nous les accueillions dans ces conditions-là. Après, la question sociale en France, c'est une question qui malheureusement est commune à tous les pays européens, particulièrement européens, mais tous les pays occidentaux. 游客和示威活动冻在外口，真侪人干能在门口翕相留念，正失望离开。公司新闻7万2朋友。以色列要推动司法改革，却受人质疑，认为总理纳坦雅胡是要甲手伸入去司法，引起全国大罢工。落尾纳坦雅胡已经宣布要先暂停这个司法改革计划，不过示威民众拢认为纳坦雅胡是一个变形仔，讲要暂停只是安大民众尔。虽然工会宣布将罢工先暂停，不过未来也会继续观察这发展情势。进步竞赛下水跳。被赶伫咧特拉维夫道路顶示威的民众，不过反司法改革的民众继续会着以色列国旗大声喊，甚至放火烧物件。一国家支持施改的民众互相对峙叫骂，警方是开始动手抓人，避免冲突扩大，场面正混乱。以色列几落天来大规模示威加全国大罢工，造成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飞机无法度起降。商店、银行、甲店也暂停营业。再加上反对司改国防部长格朗特26号总理纳坦雅胡停职，造成抗争愈来愈激烈。也表示着纳坦雅胡总算伫咧27号宣布暂停司法改革法案的二读加三读的程序，一直到以色列传统的逾越节4月13结束，才可进行协商。讲无愿意看到以色列发生内战。אסור שתהיה מלחמת אחים. כשיש אפשרות למנוע מלחמת אחים בהידברות, אני כראש ממשלה לוקח פסק זמן להידברות. 纳坦雅胡要推动的司法改革计划，和反对者认为将会大幅度减弱司法部门的权力，和政府对法官的任命有更加侪控制权，并且限制最高法院废除法律的权力。虽然纳坦雅胡已经暂缓立法的程序，不过伫咧路的抗争的民众认为纳坦雅胡未信任的，将会继续抗争。I will continue protesting until these reforms are completely dropped, because this isn't a set of reforms. This is a coup by the executive. It's executive aggrandizement. He's a liar, and he's going to continue doing what he planned to do all along. It would just be later this year. Nothing essentially changed. 以色列上大工会已经宣布罢工暂停。以色列总统也认为暂停立法是正确的决定。反对党也表示愿意协商。因为美国白宫27讲，欢喜看到纳坦雅胡暂缓推动司改，不过有分析讲，示威民众有可能伫咧4月25加26，以色列国庆日了，搁再上街头抗议。这边的政治危机是也未解除。公司新闻金万庆编译。在美国的田纳西州发生一桩校园抢案，有一名28岁女性牙签走入去校园内面乱开枪，造成3个囡仔、3个大人死亡。这个嫌犯也随后警察弹死。美国总统拜登表示，这是家庭恶帮，也呼吁国会要通过更较侪法规，禁止枪击乱用的问题。纳西维尔的警方、消防甲救护车赶到当地私立圣约学校，当局接到报案，有人牙签走入去学校内面。这间学校自幼儿园到小学6年，差不多200位学生，教职人员有50位。警方伫咧1楼清场时阵，听到2楼有枪声。When the officers got to the second level, they saw a shooter, a female, who was firing. The officers engaged her. She was fatally shot by responding police officers. We know that she was armed with at least 2 assault-type rifles and a handgun. 学校将警方赶紧疏散学生甲教职人员。We're seeing students coming out right now. Multiple people have died this morning, including that shooter who was taken down by Metro Police. And parents, if they are coming to this school, it is still an active scene, so please keep your distance from this area. 初步了解，凶嫌是28岁女性，不是这间学校的学生。另外一杯警方伫凶嫌纳西维尔厝内进一步搜查，调查犯案的动机。美国总统拜登对这件案件讲，这是家庭上可怕的恶梦，请国会通过某一寡半自动武器的禁令。It's just, it's sick. We have
to do more to stop gun violence. It's ripping our communities apart, ripping the soul of this nation. 真侪专家对凶嫌是女性也真意外。研究显示，伫大规模枪击案，凶手是女性的，只敢若占5趴到8趴。伊若是对校园枪击案的发生历史来看，人甲学校有历史上的连结，或者是感情上的联系。这边上野学校的枪击案，应该嘛是这种情形。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人讲迄个卡是徛久的人个，当咧阿尔巴尼亚举办的2023世界青少年亚洲联锦标赛，台湾队团出好成绩。伫咧高雄读罗德高中2年的潘行真，摕到49公斤级青少年组挺夹、掠夹甲总动力的3块金牌，而且也打破全国纪录。本地不受伤的伊，透过一直练习，总算有出着表现。调整喘气，甲动链对顶悬夹起哩。场外的发响声是真大声。高雄罗德高中高2的潘行真代表台湾参加2023年世界青少年压动链比赛，摕到3面金牌。很开心，努力那么久，终于拿到这块牌。咱搁伫阿尔巴尼亚，潘行真是透过线顶放送，感谢学校和每一个教练。伊伫49公斤级的青少年组摕到掠压73公斤、挺压90公斤，含综合163公斤的3金，破全国纪录。恭喜你啊！我也想你。这年远去甲外国去比赛，和妈妈线顶放送的时阵，虽恢复囡仔式一直塞奶，人是细粒子无到150公分的潘行真，搁一开始压动链，煞伫国3升高1的时阵，有着想无法度接受训练，但是伊无想要放弃。他没有跟我说过他想要放弃，他只有一直问我说要怎么样可以让他的腰好快一点。常在贴药膏，或是常看医生，真的很心酸，很。舍不得啦。看到查某囝成绩遮好，爸爸妈妈真骄傲，但是嘛真唔甘。破甲3个查某囝拢练压动链，即要读欧大国中1年的细汉查某囝潘美金，同款是压动界的新星。厝内环境无啥好，伊拢希望用奖金来减轻厝内负担。练得非常的晚，他知道唯有练习哈，然后让他得到更好的成绩哈。他希望拿到更好成绩，拿到一些奖金，可以改善他的家庭呢。潘行真真拍拼，阁有决心，想要创造家己的人生。教练嘛对伊真有信心，希望伊伫续落来全中运，拍破全国掠压纪录75公斤，创好成绩。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的模性查甫选手林旭婷，伫咧世锦赛因为无通过验血性别检测，伫咧颁奖典礼时阵却互取消铜牌资格。林旭婷中昼回来到台湾，强调这款的情形是头一摆碰到。体育署也指出讲，下晡会安排中心鉴定，时间爱1礼拜以上，确认细节了后，才会搁再对外说明。伫印度新德里举行的女子破性区世锦赛，台湾9个选手甲对一关，28中昼回来台湾。受林旭婷遭国际群众用小白生化指数无正常为理由取消铜牌影响，林旭婷甲教练詹志强一度面色震动，受访时拢先强调，大家应该将焦点放伫夺金的黄晓雯。现在看到这个阵仗，比我拿到世界冠军还要大，有点震惊到我。现阶段我觉得应该要把我们的焦点放在小文的身上。既然我个人的问题，其实这也是我们第一次遇到。林旭婷无奈表示，第一摆拄到这种情形，家己也无清楚，佮追问也无法度去讲。教练表示，进前参加亚奥运这国际比赛拢无这问题。伫接受性别检测无通过通知的时阵，有提出请求，大会并不接受。在行政程序上是有点瑕疵的。那我相信，应该是不是禁药的问题，也不是什么样的状况。那因为我们没有遇过这样的问题。破性区协会指出，顶一届世锦有做成定检查，这一届世锦技术手册拢无讲到，到当地技术会议才讲到有禁药甲性别检测，而且选手免拒绝，按若无失格。林旭婷3月16被要求性别检测，所以去比赛一直到颁奖典礼进行，才被告知报告无过，遭到除名取消铜牌。报告已经由林旭婷早登台湾体育署的协助进行性别检测，重新鉴定。安排性别检定的一些重新的鉴定，那这结果可能需要1个星期以上，所以还是这边请大家先不要做过多的预测。
到底都一寡所在无正常，因为牵涉个人隐私，教练甲体育署无方便对外说明，也强调结果出来至少要1礼拜以上，请大家唔通黑白休。即嘛是照顾选手的身体为主，已经安排专属的身体咨询老师，甲林玉婷见面会谈。记者综合报道。家人要去捷运，不过这经费要对倒来咧。家人市长谢国良今仔日去到交通部铁道局参加家人捷运计划工作汇报，伊表示讲，市政府希望甲台铁合作，开发这7堵车头附近的土地，赚一寡钱来起捷运。不过也是希望中央会当互家人市延长行销时间。交通部表示，针对这部分会搁再讨论。这空旷的大空间内面是停真侪车和乌托邦，因为是街道使用1.6公顷的土地，方用来做平面的停车场。这是7堵火车头边仔的土地，ทั้ง家人市政府想要和台铁做伙开发。商场起来的时候，在地的民众不用跑那么远，我们有很方便的交通网络的时候，外地人也可以到基隆的这个商场来。其实是造福不止基隆的人，而是整个基隆周围，包括汐止、南港，可以到这个地方来消费。卖厝的中人认为讲，这块土地内当改起做商办大楼，会当省搁较侪厂商来到这，除了会当提悬就业率，嘛会当省搁较侪外地的民众来到这消费，互地方搁较欢迎。因为根据市府的规划，代替7堵站外口商业区的土地。有1.1公顷，和家人市有停车场的用地0.5公顷。除了商办空间，这座站附近有一寡都市更新案正在推动，加上中央伫各省市的土地规划起主体，拢会使互7堵发展起来。开发周边的一个商业大楼跟专区的话，我想会对市府有增加多一些收入。再加上我们想要推动我们自己的容积移转要点，比照新北，届时就会有更多的收入。谢国良讲，家人捷运的经费，希望中央会当互因更较好的财务模式，因为市政府的分摊额对原本17亿是大大增加到53亿，市政府是愿意负担17.7亿，但是希望中央互因还钱的周期较凌厉，这袂起一半都无钱。可能会在这个事情上面再做沟通啊，因为原来的53亿大概要分担的期间，大概在工期大概是9年的工期啊，那他希望能够更长的时间。对家人市的意见，交通部讲会含行政院来建议，因为家人捷运的路线，除了家人还有湘北，后壁嘛会针对较详细的部分，另外含湘北再过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交通局开2000多万，伫台中236个公车顶啊设单车服务灯。有真侪民众表示讲，唔知影这是要创啥，甚至有民众家己骑落去了后，也是举手一车，等于是加装的。市政府表示讲，本地用意是要互行动不方便，或者是老大人来使用，也要求这公车就要遵照灯号停落来载人去。看到拢是字的字盘，就会长辈讲，唔知影公车顶设这个用意是啥物。我很少去用这些，因为我没有看过啦。他看不太懂那样。就是不知道那在干什么。这就是台中市交通局伫公车单车顶设的服务灯，只要民众将想要坐的路线输入号码，顶面的显示面板就会出现侧面，也是铃铛提示这条路线的驾驶，这站有人要坐车。也毋过实地到单车顶看卖啊，实际使用人数并无多，大部分乘客也是惯习会手叫车。因为这个是大家用这方式的人很多啊。用这种太少了，会怕公车司机那个没有看到，直接开过去。对啊，就是自己招的话，感觉司机比较看得到。客运业者表示，有的路段面板可能互路树也是扛棒抓到，互驾驶无法度一看就辨认。有的民众是骑原先想要坐的路线，煞坐到其他的路线的公车离开，也毋过面板顶显示的原有路线无取消，互公车驾驶就算无人，也爱挖站延误时间。我都按，那谁先来我就先上车，我又不可能把另外那2条消除，也不能怪民众啊。事实3条路线都会到达目的地啊。为了轮椅族或者是老人家他在等车的时候，我们发现到马路边去拦车相当的危险。台中市交通局表示，已经分做2期，伫全市有236座公车单车顶设这款的服务灯，伫有9条路线以上通过的站点设立半色的面板，其他是以7路的导航的方式方便操作。
虽然目前对无看到电荷的家属无法则，不过也会加强宣导业者应该配合电荷载客，民众也会当多加利用，发挥整体效应。记者综合报道。国检署统计，去年全国掠到国籍毒品就有9900多公斤，是有史以来上济。其中第4级毒品上济，主要是会当做这毒品的原料，大部分是对中国来的。另外，使用这2级毒品的人数是上济，有27000多人。因若讲到这大麻的案件也开始变济咯，而且真歹掠到一寡人。你身上有携带什么其他危险物品？没有。警方伫路手机原本查2台无伫安全帽的机车，结果伫一台顶悬超出电步枪，佮发现几包其他兵。不要动，不要动，先不要动，我们持手左票，先不要动。同款是查毒品之外，者拄出工的姓郑10人，则涉嫌染毒。伫家己厝内，原警查到超过280包毒咖啡、大麻烟球等，马上带回侦办。毒品案件查未了，敢若是去年全国查到国际毒品有9916.4公斤，创新高。其中第4级毒品上济，主要是原料大部分来自中国。第2级毒品大麻查到的量也创新高。为108年202.86公斤到111年超过1500公斤，大麻在数量也升个真紧。跟国际部分国家有宣布大麻合法化是有关的。整个大麻合法化的声量或多或少会影响到国人对于大麻的态度。而在疫情期间，因为大量旅居国外或者是留学回来的国人，将大麻文化以及使用大麻的习惯带进国内。高检署发现，国内大麻市场需求比以前增加，用的乌素也较悬，主要大部分是用人是白领阶级，也确实有在国外经验的人。用地点定伫咧徛街甲高速场所，拢增加查缉的难度。青少年开始使用上瘾的机会会提高到17%。那 THC 呢，浓度越高，成瘾性就越高，它造成幻觉跟妄想的可能性就越大。其实高剂量长期使用会造成显著的 IQ 下降。医师点出，用大麻可能造成危害甲风险。高检署是推出对策，包含未来涉毒的人拢要加检大麻，佮加强检甲走私的查缉，佮定出若查到用大麻的奖励措施，要专业压制滥用。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国内欠人的问题，即卖影响到国中学做西点的基价班，若准无能就要减少练习做技能的机会，加在中华有业者赞助技能。另外，农委会主委陈吉中家表示，这500万粒的进口技能，对明仔载开始就会送到各大超市大卖场，民众在清明进前就会当买到啊。学生表示咧拍技能，南投县中央国中烘焙班。为着比赛认真练习，不过最近欠两个起价，就要再利用，无法度持续练习做鸡卵糕做胖。中华宝岛鸡农知影消息，慷慨赞助2大拿鸡卵。但是知道蛋很贵，所以我们就是在练习的时候会很那个数量会很节制。然后现在有蛋卷款，然后我们就可以练习的更充分。这个小朋友为了要比赛。要学技能，那我们愿意帮助这些小朋友做一些事情，尽一点微薄之力。国内持续欠卵，正做立法立法院问政的重点。农委会主委陈吉中讲，按澳洲、美国、泰国进口的鸡卵，500万粒卵会直接送超市卖场，优先提供民众。29就会开始配送通路。气候跟禽流感造成国内的蛋鸡生产大幅度受影响。第二个，我们全力的透过专案进口，也跟委员报告，明天开始分配出去。大卖场家乐福证实，进口卵特别到位，主要有2种规格，也那是实际数量来源国定，目前也无法度公开。明天预计会到货，可是我们没有办法掌握到货的时间，因为农委会是把进口的蛋分配给那个期选业者，所以我们是有被通知说明天开始会陆续到货。农委会讲，进口卵爱计税计价，民众会当伫清明连假之前买到进口卵，计销照牌价，大概是65至70块左右，一盒10粒，是毋是会当满足市场需要？搁要观察。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出产的蒜头占全国90%以上的产量，也因为烦恼讲接下来会落雨，农民开始伫咧收成。加上今年欠水，又有寒流较大，也未有温暖的南风到位，农民表示讲今年产量有较少，蒜头较轻也较细粒，这产量才开始减少一些。
启动的农民透早去铲2万蒜头，不过今年受到雨水少，加上蒜头结球时间长到寒流，地区加温时间伤过长，买手南风较晚来，蒜头变怕心。虽然蒜头看起来真正常，不过重量减少，农民也讲这产量确实有减。伊个蒜头的产量1分地分者，怎啊2000斤至1800多斤尔啦。我的产量嘛低，但是这就是带动这个。南风慢来，个蒜头迄当阵咧成长的时阵，无雨水。当地蒜农表示，用过1分地会当收3000斤的蒜头，不过今年因为较细粒，加减会影响到产量。启动农会也预估，虽然产量因为气候减少，不过品质未受到影响。今年的气候上，南风较慢来，所以在南风下来的期间比较短，它那个节头就比往年还小。可是它的节头上是比较小，那产量也比较少，一层。可是节头上品质没有受影响。启动农会表示，今年淡的蒜头产地大挂1斤是35块，不过线背1斤是50块，呼吁农民唔通遐着急，就要来家采收。不过这气候稳定，菜叶啊类成长真紧，高丽菜最近价销是大落。云林县政府也结合农会办各种的活动，鼓励消费者就要加食当地时的高丽菜。记者综合报道。保七总队的警察最近伫新竹的山区发现到一个农民饲2只地级保育类的野生动物红卡，也就是蓝腹鹇。农民讲是割草时阵发现到一个鸟兽，伊就甲鸟2抓到回去，唔知影这是保育类动物。不过警方有关是依照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甲农民移送法办，也呼吁民众呢，若准捡到野生动物或者是人，就要送去主管机关处理，才袂违法。货柜处改建的笼仔内，关着真侪禽鸟。保七总队日前伫咧新竹关西山区巡查的时阵，去笼仔内的鸟声吸引，意外发现内底竟然关着2只二级保育类野生动物蓝腹鹇。这蓝腹鹇？哦，母的蓝腹鹇呐，2只啊。母的蓝腹鹇外观有黄黑色的羽毛，警方翕相经过屏东科技大学鉴定，确认是台湾特有种蓝腹鹇。25号马上会同新竹县农业处展开搜索，救出2只蓝腹鹇。警方调查农舍是单身老农所有，伊自称伫咧山顶除草的时阵无顺利拍到蓝腹鹇的手，马上将手内的鸟2抓登去捕卵，并唔知影是保育类的动物，专案以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移送新竹地检署侦办。经查陈姓老农除草时不慎打到蓝腹鹇鸟巢，随即将鸟巢内鸟蛋带回孵化，并以家中其他禽鸟饲养。在铁笼中，台湾蓝腹鹇遭限制活动，无法在原栖地以族群自然生存繁衍。前案依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移送新竹地检署侦办。目前蓝腹鹇当伫咧由新竹县农业处收容检伤评估，日后才依法进行野放。警方呼吁民众捡到来路不明的野生动物或者是人，应该报请主管机关来处理。若是有骚扰、虐待、虐捕、抬死或者是其他的利用，会使以野保法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科或者是并科6万以上30万以下的罚金。记者新竹报道。马特别大出咯，不过今年因为这天气黏咪烧、黏咪冷，一寡梅啊就发出来就落了，所以这护理上的梅啊呢，唔那细粒，产量也减少一半。另外，农会边啊有一个装置艺术大只猩猩，昨也倒去。秋海梅啊，过一礼拜就要采收，不过今年发现体型拢较细，而且数量无以前多。农民表示，主要原因就是天气影响，一时啊寒，一时啊热，雨梅啊发出来就落落去。透凉风拢一直落安尼啦，搁旱灾啦，嘛无水吼，梅啊该细粒安尼。差不多减偌济？哦，一半。护理乡农会统计受损地区的产销板面积伫咧3到40公顷，至少1/3受损。不过因为是无毒有机，品质也是真好。今年减产了5成，所以今年的梅子你会看到说梅子会比较小，然后产量也比较低。基本上我们的手采梅的部分的话，是1台斤是60。另外，受气候影响的，还有富里乡农会边的种植艺术特变大猩猩，因为已经4年价老旧，最近佫落雨，一切放落去都伫田边，游客看了真艰苦。昨天看新闻才知道说那个狒狒中枪，可是今天刚好发现花莲的装置艺术一只大猩猩它倒掉了，它可能是太累了。
福利乡农会表示，目前现场也有8只大猩猩，虽然这只倒入去，也毋过自细正温柔。会留到清明假期过后，搁做新的装置艺术取代。记者综合报道。泰国正出名的景点马雅湾，过去因为这个过度观光造成生态危机，进前有升封起来要到4年时间，去年初搁再重新开放。不过，保育专家也发现讲，封起来时阵，这沙鱼数量有增加，开放了后就减少啊。马雅湾即马是规定讲，游客敢若会当伫咧水到脚头虎的水域活动，而且袂当收水，6点钟拢人数管制，避免造成环境负担。水清如镜的海边，沙鱼仔囝自在地耍水，民众相机摕咧，今日翕这个宝贵的画面。旅客介意的泰国小皮皮岛马雅湾。休困将近4年了后，去年1月重新开放，游客转来又搁意外又搁欢喜。有不少沙鱼仔囝出现伫这个海域，有要保护沙鱼生态。马雅湾公布袂使上水的新规定。Yeah, I was thinking about that just because, they have to save it. If we would let people go, so we will destroy it. 为了袂当上水，游客嘛敢若会当踮咧海墘水脚头有悬的所在活动。码头到海边爱行栈道，通保护海沙保的食物。观光船嘛要挖路停歇来保护珊瑚礁，严格的限制，因为这一切拢出现了真无简单。保护团体讲，马雅湾休困期间，互当地生态重现生机。不过因用无人机甲水底摄影机发现，鲨鱼的数量伫重新开放的前后有明显的变化。We have counted the highest amount of black-tip reef shark, which is 161 shark at a given time, and that is in November 2021. And after it was reopened for a year, in November 2022, we have come back to try and use the same drone technique to count the number of shark, and we have an average number of around 20 to 40 sharks per day. 海洋专家讲，鲨鱼仔囝爱伫浅海边，才会当闪过大鲨鱼的攻击挖落来。因的存在对维护当地珊瑚礁生态平衡真重要。马雅湾恢复观光了后，爱另类化新，找到新的发展方向。If you can create and come up with the new image of Maya Bay as a nature reserve, as a strict nature reserve for shark, I think that it's actually going to bring new tourism scheme as well, and we're going to benefit from that overall. 目前马雅湾1点钟才开放予375个游客，规日开放人数无超过4000个。专家希望用舒适的管理方式，互人类会当踮咧马雅湾美丽的海景下，甲鲨鱼同乐。公视新闻曾慧敏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吉兰到新竹对17度到24度，苗栗到云林对18度到27度，嘉义到屏东对17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8度到27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1度到23度，一个未来3天气象。伫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